哎，好过来，好过来，这个人都没有了。好久没看到你哦。啊，昨天去的，昨天回来的。没什么。哎呀，下来吧，下来，好热哟，热呀，热。
Hello。啥时候回来的？你去不去那边？哪边？那去那边。那去他们8月10号。他没通知我，我就不去。哦，那边应该比较凉快。然后冷，对吧？冷吧？对。反正比成都好嘛，是不是？29号。就是我们以前那个茶厂那个，知道吧？啊。就他们好像搞的那个。那不是茶厂，茶厂是八星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是以前我们在那个雅安那个茶厂那个搞的。啊，他们搞的。对啊。八星搞的，在哪区搞的？应该是吧？那个我看嘎琴不是他们说要去吧？8月4号、8月11号左右。8月11号。但是没有要求，我们要求也不去，咱自费去太贵了。对。用了那个买了个新的镜头。啊，买的。50-300的。这个收音咋样啊？这个收音最好了，不全是最好了。这要是拍那个现场晚会可以吗？对，最好了，最专业的。如果拍那音乐会啥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它有8种模式，这个就全部所有全项。这是多少钱买的？这个2000几啊，我忘了，反正2400吧，2千几。路德的啊？不是索尼自己的。索尼它很多种啊，我以前也是用的索尼的，它效果非常好。我就想买个演唱会收音收好。就用这个就根本不用麦克风都可以，这一个定向那个，直接就是它很远，基本上全部收到。因为有时候咱们离得近，离音相近。对。有时候咱们相机收音爆了。对，这个就没有，这个没事啊，这个非常好。目前那个应该是最好的，那个也买了个吧？那个，好像那个那边来了。这个根本就不用配音啊，你根本就跳舞根本就不用配音，这收的就很好，非常好。感觉这次他们去是那个雅安的造价厂他们请的。应该不算是吧，就是也是他的抖音上面写的什么是那个赛马会吧，还是啥？对，他去的是那啥，是纳曲的那个地方。然后雅安那个是纳曲巴青县那边。对，是一个地方。对，就是他们去的比较久，时间比较久。说给他们包火车票。不给他们钱呢？不知道啊，应该不会包飞机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会给吧？他们应该商业演出吧？那咱们去不给钱，咱们就得麻烦。对，那边好像那个还有那个谁啊？开旭他们要几个人要去啊？他应该从泰国回来嘛，应该明后天、后天左右。这个来，穿。翁博来了吧？哇塞，还是很多汗，全是汗水，全是汗。
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好吧。多放一个嘛，baby 宝宝还是要。大爷那龙桥嘛在了街，桥上就木中就来，啥的街，桥上就木中就来啥。我那些个大妹妹到哪里？送这边见家人，送在哪里？送这边见家人。呀，他都跟着我的圈圈。哎，你们干啥子呢？哦，搞完了，没联系。嘿嘿。2块钱，明年要降温了。拉醋。这样，这样，嘿嘿。你回来几点了？昨天晚上才到。哦，刚刚才到啊。哦。还是老家安逸吧，2块，2块。啊，不用，谢谢，不用，现在。你买那个麦克风的话，也就不好提，但是买了之后就不用配音了，就就是拍演唱会的时候用。对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反正收音效果是绝对最好的。效果太不行了。对，肯定。拉错，昨天晚上才回来。昨天晚上回来，今天就第一天开始跳。
桑拿在后边第二圈，他为啥跑第二圈去嘞？作业。几点钟？哇，9点了。拍到20分。惨了，有可能吹空调，在家吹空调吹着了，吹感冒了有可能。开空调没出门今天。都汗水了。是多少场？是另外一个。me
嘎去过你，下地不龙比喷哪有？看个罗有强加油，咱们不能说碰加油。萨吉波杰达吉波尼，萨吉波龙比索克那有斯，康嘎波有强加油，咱那波只索索碰加油斯，这他们有加根加油，有的能托康索卡维中。萨吉波杰达吉波尼，萨吉波龙比索给那有，巴江多美这金扎有，怎么总将总送真扎有，就看那干做干扎有，有等的山里送没容易。萨吉波吉嘎去过你，萨吉波龙比我哪有？别看我听给让给用，出马的路样也没用。萨吉波杰达吉波尼，萨吉波龙比索多那有，得查蒙的这让这有，出马的姑娘索年没有，来给这没这点的送，有的那就得索康中意，来给这没这点的送，有的那就得索康中意。有的那就得索康中意，去看送那篮子送，送农业送乱蛋的送，送罗罗送罗没顶多，送可就是送给年送，送人龙是七八几送。我忘了我一个电吹风没了，这个吹东西。鳕鱼购物之海啊。
还想跳的可以一直跳，跳9点，跳9点，哇！高温报警了，他拍了32分钟就开始高温报警。哦。不要忘了多少斤了，真的，忘了。回来了。上爬了，哎，走了1、2个月。
哪错不下来了？对，走了，还早了嘛，还有9点10分。对，到9点半，还有20分钟，还有20分钟。哦，哥，你回老家没有？回去了，上哪就回？马上出去，是吧？哦。小胖来了。现在人太多，太多，哦不是，现在太热了，天气太热，所以票会比较少。好多都回去了。明天还是给他们再送几天水吧。每天送一件嘛，送2件上。条新的嘛，这会儿出来这个吉祥啥？他说没有说，我也没有。就是这个刚刚放的那个。啊？是吗？那个主要的不明。哦，我手机没带。就跳那个吧，数羊妇女。就用抖音播嘛，都拍的有完整版。慢慢过来，有日的吧，跑过来去。热瓦那个什么那个，啥钱拿不着的？哎，啥小不来了吗？对。哦，开了一天哦。对。好，哪边进就哪边，反正没好多人。他那边9点半嘛就结束了。哪有晚去？9点半了嘛，也9点半。现在9点15，不去拍个多久？等会儿我拍了就回去算了，太热了。这小西西进步好大。在罗尔桑那好像也在外面，在老家。我以为刚刚那个以为是罗尔桑那，其实不是，第二圈那个。哎呦，
高温保净啊，才拍几分钟，才3分钟。好了吗？啊，手机又好了。现在刚刚开了3分钟，现在又高温报警了，温度太高了。我有那个风扇没带，我有小吹风那个没带车上。哎呦，没有，在家里面没带。还跳不跳？哦，放直播了吧？这个跳这个舞很累。
老板过来，刚刚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老板过来，老板过来哈，不要去电梯哦。开始。
在干嘛呀？在演发吗？对，演发的我当里外的。一看就像是那个樵夫拍的，一看就像是樵夫拍的，你放的那个。对，你那个厂子挺大的，你那厂子挺大的。好。